大家好，威文今日會介紹新港城 M 座高層5號室，一個面積551尺嘅3房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睇睇。基座大型商場，新港城中心係項目嘅重心，單位客飯廳分明，客廳可以擺放到3人梳化，客廳亦設有窗台，坐向東南，早上有太陽入屋。打開窗亦感覺清風送爽。另一邊係飯廳，設有對流窗，業主將洗手間拆走，現時擺放鋼琴，令飯廳亦更寬敞實用。大門口旁邊係廚房，有 L 型工作台。屋苑設有多條行人天橋，連接馬鞍山廣場、富輝花園平台及安城街公園。屋苑亦鄰近馬鞍山游泳池、公共圖書館、體育館及3.2公里長嘅海濱長廊，亦附設單車徑。而兩間睡房亦利用窗台做書台，善用空間。屋苑小學校網係89，而中學校網係沙田區。屋苑會所設有戶外泳池、健身室、網球場、壁球室及兒童遊樂場設施等等。主人房亦方正實用，擺放到雙人床及大衣櫃，儲物空間足夠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